今日做芝士芝麻薄脆餅乾，用咗100克嘅魯邦種氣種。配方表呢度呢，見到好詳細嘅資料。其實最主要就係將所有嘅材料，除咗岩鹽留返1/3，撈匀晒之後，如果太結就加奶。我呢個前後加咗15克嘅牛奶。呢個薄脆嘅香味主要係來自芝士粉、乾花椒葉、芝麻，整咗出嚟好香，可以大家都試下。份量可以做大概2至3盤28厘米嘅烤盤。最重要就係將混合麵糊整得越薄越好，平均塗咗上去個烘焙紙上面，均勻咗之後放一張烘焙紙喺上面，跟住擺冰格，即係0度以下嘅冰格嗰度，大概10至12分鐘，用個乾麵醬乾下佢，然後搣走面嗰塊紙。咁樣做呢，原因就係想個薄片焗出嚟係平均同埋又薄又脆。響蓋面嗰張烘焙紙如果有多餘嘅麵糊，我哋可以用膠刮刮走佢，放喺第3盤嗰度一齊焗。烤箱要預先預熱180度上下火，放落去中層，先烤10至12分鐘，等個餅乾定咗形，邊緣嗰度有微黃，中間呢有啲撲起嘅，咁就可以拎出嚟翻面，放回烤箱，繼續烤8至12分鐘，至到整體金黃，中心變脆。點樣判斷成唔成功？個標準就係當你薄片冷卻咗之後，一搣你會聽到好清脆嘅聲音，咁就成功啦。所有炸物或者烘焙食品都係要盡快食用，避免受潮。我呢個落咗花椒葉呢，佢有個香氣嘅，下次可以試加蒜粉、辣椒粉或者係迷迭香。如果你都有養魯邦種，歡迎留言分享你嘅氣種妙用。下次你有多餘嘅魯邦種，可以試下呢個食譜啊，唔使嘥咗呢種啊。中唔中意今日呢個介紹啊？中意嘅鼓勵下，俾個讚、分享、訂閱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